续来看台南，讲有水道水的水管破去，这个水是为人行道喷出来，佮淹水淹一个车道。现场的状况，要请记者慧关甲咱报道。慧关，请讲。 摄直播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地面呢不断的冒出水来，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这水量不少，就像个小型瀑布，水还不断的往路中央冲，有车道因此无法通行，也摆起了三角锥来提醒用路人。而附近民众说，有检测这些水其实不是台风带来的雨水，而是自来水。我们来看看现场情况。那这位都水都要来啊！这涂骹有讲按摩啊，你看啥是出来水管破的？啊，我是用这药咧清，我是来个水管破。 民众怀疑是埋在路面下的自来水管不明原因爆裂，现场水不断的狂冒，而这地点就在台南的河尾路5段以及中华北路1段路口。上午民众发现自来水管爆管情况，水狂奔，而当下呢已经联系了相关单位来紧急处理。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况，先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